個樣的確係怪相咗啲啊，但係佢並唔係夜視鏡，而係一個喺你眼前嘅百寸大 mon 啊！想獨享個大屏幕，專心咁睇套戲，近年都有唔少設備，好似啲 AR 眼鏡，又或者係啲 MR 裝置咁啦。其實視覺效果係唔錯嘅，但係一來就重，二來就係戴起上嚟嘅時候就真係與世隔絕咁啦。不過近排終於都喺香港上市嘅頭戴式 display，Rufus Art 似乎就解決咗一啲固有嘅痛點。首先就係佢比較輕身啊，就算戴住佢較為長時間都唔會感到頸緊膊痛。另外就係佢採用嘅並唔係完全包覆嘅設計，顯示嘅部分仲可以隨時抬起，咁睇下戲想做其他嘢都簡單咗唔少啦。Rufus Art 另外值得一讚嘅係佢嘅設計已經預先考慮咗俾大部分人使用，喺機體上面已經可以直接調節近視度數同埋瞳距，近視唔深嘅唔使額外配鏡片都可以即時用得到。真係好似我咁又近視又散光嘅，就咁戴住眼鏡用又得，呢樣又真係好少同類裝置可以做到噶。除咗接駁手機或者一啲外置嘅播放器睇片，Rufus Art 最大嘅功能其實係可以善用一切 USB-C 輸出嘅裝置，用嚟駁遊戲機就不在話下噶啦。如果係有玩開航拍嘅，佢仲可以兼任埋 FPV， 一路飛一路可以留意到身邊發生緊咩事，觀感好之餘都真係幾實用噶。雖然就咁睇，